南摩第三是多劫羌佛说，释法折言41。有祸，何以喜恶而不欢其善？恶道多出私利之为，故宽而善行，仁者好之；善道多于施品破利，由是窄而却步，故或远之。有些人为什么喜欢恶而不喜欢善呢？一说到做恶事，他就高兴得很；做坏事，他跃跃欲试；做对自己有益的事，也兴趣盎然；而做好事，利益他人的事，他就不愿意去做，甚至于连边都不愿意去沾。其原因就是，凡是恶道，都出于私利，出于自己所得到利益而实施的一种行为。比如占别人的钱财、占别人的便宜等，都是为了从损害别人的利益中自己得到好处，所以他喜欢去做。因此，恶道对有些人来说似乎是宽得很，便于自己行步，所以有的人就往往喜欢去做。那么善道呢？大部分是属于施品破利的事情，即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，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，让别人幸福。因此，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步行之路很窄，对自己不利，所以无德无品之士就不喜欢做善事，只愿意做恶事；而有德有品之人，则往往喜欢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，这样最终人们会喜爱他，尊重他。那种喜欢恶事的人呢，人们会反感他的，因为人都有灵性鉴别之心，好坏善恶都会从心地之中感受出来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